小女子拜见中堂大人。好，好，好。谢谢中堂大人不杀之恩。易欢，你是否真心愿意为老夫所用啊？小女子誓死效忠大人。这什么呀？香香的。这是大补丸，吃了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如玉，永葆青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大补丸确有补气益血、健身养颜之功效，只不过一旦吃下去，就必须每个月都要吃一颗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肠穿肚烂，让你死得苦不堪言。怎么样？如果你愿意为老夫所用，就服下这颗大补丸。只要你能够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老夫每个月都会给你一颗的。那大人，如果我不吃这颗大补丸，您是不是就要杀了我啊？哼！你先是对元州知府勾结乱党一事知情不报，后来又在这天子脚下偷盗行窃，这哪一条都该杀头。哼，什么大补丸？不就是慢性毒药断肠散吗？本姑娘10岁的时候就会配，也会解了。我现在这副害怕为难的样子，不过就是为了麻痹你这个大坏蛋。哎呀，我说丫头啊，你可是聪明人，吃下这个大补丸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你要是不吃啊，你这个小脑袋马上就搬家了。甜甜的，跟糖似的。还有吗？你真拿它当糖丸了，当饭吃呢？您看你，我不吃的时候吧，喊打喊杀的。我说再吃几颗，你又舍不得。你说这丫头多有趣啊！刘妈妈，离这批秀女进宫的日子只剩下7日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调教她，切不可让她露了马脚。是大人。什么？鳌拜不仅没有杀易欢，还给她安排了一处别院，派了2个丫鬟来伺候她。易姑娘也不知道想出了什么办法，事情的进展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至少易姑娘暂时安全了。少盟主，还请您先撤，我们的内线会想尽办法跟易姑娘接上头的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禀报少盟主。好，多加小心。中堂大人，易欢这丫头果然是极聪明，学什么一点就通。可她就是不肯用心学呀。我也都测试过了，不管这琴棋书画还是女工歌舞，这都是略会一点，却样样都稀松。大人，这离进宫的日子只剩下不到5日了，这老身再怎么细心调教，也都来不及了。妈妈，大人，这也不能怪小女子啊。小女子12岁那年，父母便双亡，唯一的哥哥还跟小女子走散了。我啊，只能靠着尼姑庵的师傅们接济，才能勉强填饱肚子。这哪有什么机会去学什么琴棋书画、歌舞女工啊？可这女子应会的技艺，你样样稀松，这怎么才能够引起皇上的注意，讨得皇上的欢心呢？如果说女子必须才艺出众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那之前妈妈培养的美女们个个才艺出众，可不也是没成功吗？如何讨得男人们的欢心？刘妈妈她最有经验，她培养出来的美女，个个都能让男人们神魂颠倒。只可惜皇上他年少，情窦未开，再加上这后宫美女众多，没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所以他们才未能大展身手嘛。哎，这您就说对了。要想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光靠才能和技艺非常好是不行的，是要动脑子想办法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妈妈？哦，那你告诉老夫，
如何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呢？这个嘛，我现在也说不好，这得进宫以后啊，随机应变。大人，若说这随机应变，易欢这丫头可是比别的姑娘强了千百倍。大人放心吧，为了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，也为了我自己能在宫中谋个好前程，我一定会努力引起皇上对我的注意。也罢，这圣心呀最难测，如何邀得圣宠，这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只可惜老夫没有女儿。若是老夫有一个像你这般机灵的女儿，那就好了。依父在上，干女儿给您磕头了。老夫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就认起干亲来了呢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可真会顺着杆往上爬呀！好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干女儿。快起来吧。谢谢义父。对了，义父有件事情必须要提醒你，我们这门干亲只能私下里认。等你进了宫以后，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若是皇上知道了你是老夫安排的人，那对你对老夫都不会是好事情。义父您放心吧，女儿我呀不会乱说话的。你真是长了个七窍玲珑心呐！好，既然你认老夫做了义父，那作为义父就得有所表示。义父送你一件礼物。这件金蚕丝背心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物，轻薄柔软，却刀枪不入，水火不进。当年敖大人出生入死，立下无数战功，先帝才将这件背心赏给了敖大人。唉，如今他却把这件背心赏给了你，可见你呀，对他真的是很重要。你们要我去皇帝身边做卧底，当然得先笼络我了。但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们肯定会杀了我灭口。到时候就算我穿着金蚕背心，也不可能逃过你们的毒手。哎，妈妈，我能拜到中堂大人门下做干女儿，那多亏了妈妈的帮忙。您放心吧，以后如果我大富大贵了，肯定不会亏待妈妈您的。就你的小嘴会说话。哎，妈妈，我看看金蚕背心呗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金蚕背心有那么厉害吗？哇，真的都没破哎！妈妈，你快帮我收好，快！朱哥哥说过，京城第一酒楼和鳌拜府中都有咱们明珠谷的内线，那他应该已经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，肯定会让府里的内线来和我接头。这老东西一直守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的，真是讨厌。这都是吃的？是的，易姑娘，这些菜是特地从京城第一酒楼给你订的，尤其是这盘酱鸭头，是酒楼新来的厨子朱师傅为您准备的。朱师傅说了，姑娘品尝过后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朱师傅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记得再给我拿一壶桂花酿过来。是。妈妈，您看啊，这么多美食，其实我应该跟您老一起分享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吧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贪吃。再加上上次您在酒楼里跟我抢一只鸭子，那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啊。所以，您要是跟我在一桌吃饭的话，我这内心肯定会特别害怕。
要不然您就先……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吃的，我自己回房间吃啊。不过，待会儿吃过晚饭之后啊，我要陪你一起同床共眠。这同床共眠就算了吧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跟人同床共眠过，而且这同床共眠，我看着您这张老漂亮的脸，我睡不着啊。今晚不行，我必须要陪你一起睡，因为今天晚上妈妈要调教你一些床上功夫。哎呀，只有这样，皇上召你侍寝之后，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你现在害羞啊，等将来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圣宠，你还要感激妈妈的调教之恩呢。行，我谢谢你妈妈。你别说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走吧，你说的我都羞死了。快回去吃饭吧。鸭子。已安排内线救你。进来吧。易姑娘，您要的桂花酿。玉欢姑娘说，她决定将计就计，待进宫之后，把鳌拜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龙三，以挑起鳌拜和康熙小皇帝的矛盾。易欢虽然口口声声反对我们光复大明，但一旦有机会，还是会奋不顾身地帮助我。玉欢姑娘还说，鳌拜对她不太信任，正在满京城查找他失散的哥哥。为了不让鳌拜起疑心，还请少盟主做好准备，配合他演好这出兄妹相认的戏码。知道了。头，这条街上药房都查过了，没有咱们要找的人。全连头。是。我们这边也没什么收获。跟我走。是。掌柜的，怎么了，各位军爷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这儿可有一个叫李建清的年轻的郎中？有，不过正在给病人看病呢。军爷，你就是李建清？正是。好了，怎么，军爷想要看病吗？蜀中人士。是。军爷这是干什么？太好了，李先生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跟我走一趟吧。中堂大人，易欢这丫头啊，果然是冰雪聪明。不管是给她安排的身世，还是要她熟悉的材料，那都背的是滚瓜烂熟啊。还有那些重要的私密记忆，我昨夜都已传授给她了。好。果然是个好苗子，易欢啊，再有3日你就该入宫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准备。你入了宫以后，老夫就不能安排人照顾你了，以免他人怀疑你是老夫安排的人。至于你是否能避开后宫那些复杂的算计，能否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邀得圣宠，这一切就得全靠你自己了。义父，您放心吧。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的。好，今天义父还要送你一件礼物，相信你一定会开心的。什么礼物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大哥。你是小妹，大哥，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
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，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。小妹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哥哥一直在找你，找不到你，我心里多着急啊！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。小美，大哥，没事就好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快来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义父，快给义父跪下。草民李建清，拜见中堂大人。一谢大人救了欢妹，二谢大人让我们兄妹团聚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坐。义父让你坐呢。主子，有李少侠的消息了。怎么样？他可安好？安全，只是落在了鳌拜的手里。鳌拜？恕草民冒昧，中堂大人最近是否经常心神烦躁？是否无论何种美食，都是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？你怎么知道？医者望闻问切，可知百病。草民看中堂大人的脸色，似有思虑过度之症。这过思则伤脾胃，也伤元神，自然会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。那可有办法医治啊？这个简单。待草民为大人号个脉，开几副方子调养调养，自能改善。早就听易欢说过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自幼跟着师傅在外游历行医，学了一身的好医术。虽然是不能够让人起死回生，但也是救人无数。今日一见才知道，他所言非虚啊。老夫现在年龄大了，经常身体不适，你可否愿意留在府上为老夫效力呢？这个老坏蛋，果然还是不放心我，想拿朱哥哥做人质。草民做了多年的游方郎中，虽然学到了不少民间的验方，但四处漂泊甚是辛苦，所以想在京城安顿下来，慢慢谋个前程。只是坐堂问诊，收入微薄，若能投靠在中堂大人门下，草民自是求之不得。这是老夫府上特制的大补丸，你如若真心投靠在老夫的门下，那你就和你妹妹一样，服下一颗吧。以后每个月我都会按时给你们兄妹二人送上一颗大补丸。以你的医术，你应该知道这大补丸的功效。但若是你不肯服下这颗大补丸，那老夫又该如何敢放心的去栽培你？草民只求守护我这唯一的妹妹，顺便为自己谋个好的前程。所以，草民一定会对大人忠心耿耿，唯命是从。义父，女儿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义父可以答应。你尽管说，只要老夫做得到，都会满足你。可不可以在宫中也给我哥哥某一份差事啊？因为这样我们两个既可以互相照顾对方，而且不用经过他人之嘴传给您宫中什么事儿啊，直接让我哥哥来跟您说，既方便又安全。您觉得呢？这个主意不错。眼下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。宫中的太医院本月之中就有一个老病告退，一个回乡丁忧，眼下还正缺人手。以李先生的精湛医术啊，老夫完全可以在太医院为你留一个职务，这样你们兄妹二人联络起来也就方便多了。多谢义父。只是这宫中禁忌甚多，你们二人入宫以后，切不可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兄妹关系。女儿知道了。
草民明白。前段时间皇上龙体欠安，精神倦怠，神思恍惚，可不知道为何又突然好了。李先生，你到了太医院以后，帮老夫多加留意，看看是哪位太医，医术如此高明，这么轻松就医好了皇上的龙疾。老坏蛋，你是想查出谁解了你给皇上下的毒吧？草民明白，草民一定会多加留意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大人汇报。鳌拜逼着李易欢服下了大补丸，说什么要把他送到宫里去，给他做密探。大补丸？对，李建清说了，这大补丸是鳌拜独门秘制的毒药，说这种毒药服下去之后，必须每个月继续服用，如果不吃的话，就会死得苦不堪言。那易欢吃下来这大补丸，岂不是要终生受制于鳌拜？是啊，主子，眼下看来，只能是这样了。哦，李建清还说了，希望龙三少爷把李易欢被鳌拜胁迫的事情，悄悄地告诉皇上，这样在宫里也好有所照应。他还说了，他们兄弟绝不会为虎作伥，做任何对皇上不利的事情。主子，您息怒啊！这个鳌拜越发的胆大妄为了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李建清，就说我会尽快禀明皇上，在宫里对易欢多加照拂。好，还有，皇上会尽快的去找鳌拜，为易欢拿到解药，让他放心吧。这。皇上的头晕病可好些了？已经大好了。前几日哀家传鳌拜来陪哀家赏春，借机哀家点了他几句。他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哀家的意思，想必他会收敛一些。皇上还年少，全仗皇祖母的扶持。今年选中的这批秀女是不是都进宫了？最后一批也于3日前进宫了。那皇上有没有中意的？妾身催过皇上，可皇上一直忙于政事，抽不出时间去选秀女。这皇上啊，真不像他皇爷爷和皇阿玛，没有沉迷女色。这也好也不好啊。好呢，在于他忙于政事，励精图治啊。这不好呢，他是迟迟不能大育皇嗣，哀家还指望着早日抱重孙子呢。妾身和众姐妹一定用心服侍皇上，让皇祖母早日得偿所愿。